上一期我同大家分享咗我嘅發病嘅過程同埋治療嘅經歷。我同大家講過，中醫對康復係有唔同嘅理解。西醫對康復嘅理解係，當個病人病好咗之後，就俾佢身體自己慢慢恢復正常。因為西醫認為人係有自我治療同埋自我康復嘅功能嘅。中醫對康復嘅理解就唔同啦，因為中醫係講因果關係嘅。中醫認為病係果而唔係因。當個病解決醫好咗之後，就要解決因嘅問題啦。即係話要解決點解會病嘅問題。其實呢一點呢，就喺中醫學入邊都講得好清楚嘅。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中醫學呢亦都有好多種唔同嘅解決方案嘅，而解決因嘅問題就係一個康復嘅過程。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傾下我點樣選擇我嘅康復治療嘅方法。中醫治療主要係分為兩種，藥醫同針醫。中藥我唔識，所以我只可以揀艾灸。因為我對經絡穴位呢有少少嘅認識。2019年嘅時候呢，因為我心臟病發，醫生幫我裝咗3個支架喺個動脈上面，之後我身體就變得好差好差。從另一個角度嚟講，即係話我身體嘅陽虛嘅現象就加快咗。解決嘅方法當然就係強化陽氣啦，即係話要壯陽啦。但係壯邊度嘅陽呢？肝、心、脾、肺、腎為之陰，膽、小腸、大腸、脾、胃、膀胱為之陽。我係應該補陰中之陽呢，定係陽中之陽呢？我唔係職業中醫師，所以我唔知道應該點樣，或者應該補咩陽。所以我就只有從最基本落手啦。中醫認為腎係先天之本，脾係後天之本。先天嘅嘢我哋改變唔到，所以我哋可以喺後天去改善，增強脾陽嘅功能呢，就我首先選擇嘅。咁喺之前我個皮膚出現問題啊，中醫話肺主皮毛，皮膚唔好就個肺嘅系統出現咗問題。解決肺嘅問題，唔同嘅中醫師會有唔同嘅方法。由於我對中藥嘅理解有限，所以我唔用藥醫。肺嘅媽媽就係脾，阿媽強咗就可以畀更多嘅營養個仔，所以我用咗強脾嘅方法。用艾灸增強脾陽嘅功能。根據《神農本草》記載，艾草屬陽，艾灸就係用溫熱嘅方式，將艾草嘅陽氣帶入人體，增強人體嘅陽氣。呢個方法呢，就中國人用咗幾千年㗎啦，既簡單又有效。而家我嘅腳板底同埋手心都係熱嘅。而且我每日沖完涼之後呢，可以喺隻腳嗰度搓出好多皮屑出嚟嘅，即係話我嘅身體所產生嘅養分呢，可以去到身體嘅末端。換句説話嚟講，即係話我啲陽氣返咗嚟，而我嘅判斷同埋做法係啱啦。我用咗艾灸嘅方法，由頭至尾都係環繞住一條經絡，就係足太陰經。中醫治病係講究立竿見影嘅，即係話用藥、用針或者艾灸，身體都要有即時嘅反應。呢個反應就係話畀中醫師知道佢嘅判斷係咪正確，落嘅藥係唔係啱，適唔適當，落嘅藥係過還是不足，過與不足兩者都係唔理想嘅。一個正常嘅中醫師，當佢開完藥
俾你嘅時候，佢會話俾你知，你用咗佢嘅藥之後會有乜嘢嘅反應。當你食咗佢嘅藥之後呢，個反應同中醫師同你講嘅係唔同嘅話呢，你就要反饋俾你嘅中醫師知道，俾佢作個判斷。艾灸就比較容易判斷過與不足，就好似我開始用艾灸呢個康復治療嘅時候呢，我嘅反應就同中醫入邊嘅理論係完全吻合嘅。因為中醫話脾主肌，即係話肌肉啦，主濕就係負責管理我哋體內嘅濕。當我開始用艾灸太陰經嘅穴位嘅時候呢，個穴位周圍呢就好似出汗一樣，滲出啲水出嚟，即係啲水係大粒大粒咁滲出嚟。過咗2-3個星期之後呢，我隻左腳腳趾公嗰粒大骨後邊就出現咗一個好似手指公咁大嘅大水泡，咁我用針穿透咗佢，流出咗好多水出嚟。又因為我2019年至2020年嘅時候呢，我個腳呢就出現過水腫嘅，腫到咩程度呢？就係腳眼係見唔到嘅。之後呢就冇消退啦，一路以嚟。但我做呢個艾灸之後呢，個水腫嘅現象就消失咗啦喎，腳眼又見返啦。到咗而家我做艾灸嘅時候呢，都係會繼續出水嘅，但係當然就冇我開始時候出咁多水啦。以當時嘅比較嚟講，即係話當時呢就係大汗淋漓咁出，而家呢就微微地咁出汗。而且佢唔單止係出汗啊，開始嘅時候呢，開始灸嘅時候呢，個腳板底呢就會有腫脹嘅現象嘅，即係話嗰啲艾草嘅陽氣入咗個穴位之後呢，因為條經絡係阻塞啊嘛，係唔通啊嘛，所以嗰啲氣呢就入唔到個身體啦，就堆積喺個腳板底下邊。咁嗰個時候呢，你就要暫停艾灸，行返幾步，停一陣間，再繼續灸。就好似中醫書上面嚟講嘅講法，不通灸到佢通。而我做嘅時候，同中醫書上面所講嘅呢係吻合嘅，所以我咪有信心繼續咁做落去咯。同時喺做嘅過程入邊，隨住身體嘅變化，我係不斷咁修正呢個治療嘅進度嘅。因為呢一點好重要，因為中醫治療係一種自然療法。當我艾草嘅陽氣進入呢個太陰經嘅時候，佢就會傳導到佢嘅陽經，即係足陽明胃經。再傳導到肺、腎、肝、心同埋佢哋嘅陽經，由經絡傳導到臟腑，呢個過程呢就會出現咗好多唔同嘅變化。當呢個變化出現嘅時候，你就要判斷呢個變化係咪正常。如果係唔正常嘅話，你就要調整你嘅治療方案。因為每個人嘅身體狀況同病嘅程度唔同，所以個反應都會係唔同嘅。以我為例啊，開始嘅時候呢，就只係個腳板底同個腳踝呢個，即係腳踝以下係有反應嘅啫。就一段時間之後呢，就跟住係啲肌肉啦，從個腳嘅肌肉，即係小腿、大腿、籮柚、背、前邊、後邊，跟住就係腹入邊，即係內臟，跟住就去到肺、腹腔入邊，即係胸腔入邊嘅肺。當去到肺嘅時候呢，嗰個喉嚨就開始有感覺啦，就有咳嘅現象出現啦。跟住就個鼻哥有感覺，流鼻涕。開始嘅時候呢，就
水流鼻水，跟住又流鼻涕，跟住呢啲比較濃稠嘅鼻涕啦，係嘛？再濃稠過咗之後呢，又再出水，咁慢慢佢就會少啦，跟住就冇啦。咁其實早在我開始做艾灸嘅2-3個月之後，我個眼就已經開始流眼淚啦，即係眼就會滲啲水出嚟。一段時間之後呢，嗰啲水呢就變得濃稠啦，就係一啲漿狀嘅嘢流出嚟。嗰個漿狀呢開始係比較濃嘅，跟住一路路就變得稀。去到2026年嘅時候呢，嗰啲即係黏液呢就變得稀疏啦。但係佢係變咗另外一個現象出現啦，就係每日呢，一到夜晚呢，你洗面嘅時候呢，就會發覺嗰對眼呢就好似人哋朝頭早瞓醒咁，有好多黏黏嘅嘢喺嗰個即係眼周圍嘅。即係話，即係俗語話齋頭痛醫腳。因為我做呢個艾灸嘅時候呢，個穴位喺個腳嗰度嘛，好多時候個反應呢就喺個頭嗰度。當呢個現象出現嘅時候呢，即係話你嘅陽氣即係去驅動你身體內嘅營養去到你個身體嘅末端。咁呢個就係標準嘅中醫醫療流程所發生嘅。中醫話齋病去如抽絲，而呢個咁嘅康復治療呢係未完成嘅，亦都可能係永遠都唔會完成嘅，因為我唔知道佢會去到邊個程度，亦都唔知道跟住落去會發生咩事。但係今時今日我好滿意我呢個咁嘅康復治療嘅過程，因為喺現時呢個階段，我嘅身體狀況同埋我生理表現我都好滿意。其實喺整個康復治療嘅過程，最令我驚奇嘅係我個病係點樣嚟嘅？佢有沿途咁返去，即係喺過去嗰幾十年喺我身體上面所發生嘅一啲病嘅現象，佢會再重現一次。即係話喺過去嗰幾十年堆積喺我身體入邊嗰啲毒素或者叫做垃圾，喺呢個咁嘅康復嘅過程呢，就冚唪唥推晒出嚟。呢樣嘢就真係不可思議。其實到今時今日，我呢個身體狀況變成咁樣，咁我呢個咁嘅治療或者叫做自我康復嘅方法，係咪只係對我有效呢？定係對其他人都可以用呢個方式去自救呢？我都好想知道，因為以我呢個案例咁推論落去，其實係可以適應好多唔同嘅症狀，譬如中風啦，半身不遂啦，或者年紀大咗，風濕骨痛啦，因為腎嘅問題而導致嘅水腫啦，呢啲可以用呢啲咁嘅方法去嘗試做一個自救嘅治療㗎。仲有一樣即係好值得大家思考嘅，譬如我哋年紀大咗或者年老開始嘅時候，係肌肉萎縮嘅，跟住就係骨質疏鬆。中醫話齋脾主肌，腎主骨。從中醫治病嘅理論同埋概念上面嚟講，腎有事第一時間就要保住個脾，只要個脾夠強壯，個腎就唔會差得去邊度。從我呢個咁嘅方學即係康復嘅個案嚟睇，我主力喺脾嘅功能上面落功夫，但係個結果就顯而易見嘅。即係話從中醫嘅角度嚟講，年老而健康並非奢望。至低限度以我為例，同幾年前比較，我個生活質量
已經係不可同日而語。問題係有冇一啲有智慧而有能力嘅人喺呢一方面落啲功夫呢？上一期同大家講咗腹呼吸呢個方法，今期呢，我就想同大家講下我哋點樣企。喺我講呢個方法之前呢，首先我哋了解下我哋嘅身體嘅結構先。因為人先可以站立，佢嘅平衡係點樣做到呢？首先第一樣嘢就要我哋嗰個軀幹，身體嘅軀幹係直立嘅。平衡，首先係平衡我哋嗰個軀幹，然後軀幹同腳點樣平衡，而軀幹同腳嘅平衡呢，就係依賴我哋嗰個盤骨入邊嘅肌肉啊，即係我哋腹腔入邊嘅肌肉，因為我哋身體入邊最複雜嘅肌肉群就喺我哋嘅盤骨入邊，盤骨入邊嘅肌肉群呢，就係最複雜嘅，縱橫交錯。佢嘅作用就係平衡我哋嘅軀幹同埋腳嘅關係啦，就令到我哋點樣可以活動同埋站落。咁上一期同大家講嘅嗰個腹呼吸嘅方法，喺呢度站立嘅時候點用呢？同樣我哋吸氣嘅時候，從個脊椎向上去到頭頂；呼氣嘅時候，沿住個鼻去到我哋嘅腹部丹田。咁呢個過程除咗將我哋嘅呼吸係深呼吸之外，當你做呢個咁嘅方法嘅時候，你個軀幹就挺直真，因為你通知咗個脊椎你要直起嚟，通知到你個丹田腹部嘅肌肉你要同上下平衡，即係話我哋嗰個腹呼吸嘅作用有兩樣，一個就係深呼吸，一個就令我哋個身體挺直，個軀幹挺直。或者我哋用一個方法，用一個四方步嘅方法去解釋我哋點樣做呢個咁嘅動作。首先我哋站立，肩對腳。喺度之前呢，我想同大家講兩個穴位，一個呢就叫湧泉穴。湧泉穴喺邊度呢？就喺我哋腳板底嘅前端。我哋用個手喺中間向上推，推到你個手好似俾嘢頂住咁，嗰一點呢就係湧泉穴啊，就喺我哋嘅腳掌嘅前半段嘅中間。肩井穴喺邊度呢？就喺我哋個膊頭嗰個骨頭同個頸側邊個頸嘅邊嘅中間之間嘅中間，嗰個叫做肩井穴。肩井穴呢就係我哋身體嘅膽經嘅一個穴位。呢個穴位好重要，因為當你生命受到威脅嘅時候，可能會幫到你。呢個我哋遲啲先講，因為呢個涉及一啲叫做，你可以話叫做點穴啦。不過我哋唔討論呢個問題而家。咁我哋點樣做呢？我哋企立嘅時候，上到肩井穴對住個湧泉穴，然後嗰個意念就喺嗰個丹田嗰度，即係話我哋做腹呼吸，個意念喺個丹田嗰度。咁我哋點樣移動呢？首先重心向左邊，肩井對湧泉，提高用丹田嘅力，個意念喺嗰個丹田度，話俾佢丹田知，遞高隻右腳趴埋嚟，正中，然後身體向右邊，肩井對湧泉。當你身體一移動向左邊嘅時候，右邊嘅時候呢，個意念係將個身體從嗰個肩井穴鬆落去嗰個湧泉穴，鬆落去嘅同時呢，遞高隻左腳係用
丹田嘅力量提高佢。點解要丹田嘅力量提高佢呢？因為當你做呢個丹田力提高嘅時候呢，你會感覺到你個肌肉呢係邊度嘅肌肉去作用呢？一個就係腹肌啦，一個就係囉柚肌啦、腰啊、背肌啦，個力量係咁樣落嚟嘅。即係你將你個意念擠咗去個丹田嘅時候，個肌肉就會自動喺佢應該出力嘅地方出力。當你遞高隻左腳向前遞出去，放低個身體咧移向前左邊，肩頸對湧泉鬆落去，然後用丹田嘅力，同時用丹田嘅力遞高隻腳邁出去，遞出去右邊，然後個身體移向右邊，用肩頸對湧泉遞高，用丹田嘅力，個意念喺個丹田嗰度用力話俾個丹田知遞高個左腳拍埋正中，然後身體向左邊移動，個重心左邊肩頸對湧泉，用丹田嘅話俾個丹田知遞高隻右腳向後邁出，向後移動，肩頸對湧泉，遞高，用丹田嘅力量通知個丹田，遞高隻腳，遞出正中。呢個就係一個四方步嘅方式，俾大家練習點樣移動，點樣用丹田嘅力量去移動，同埋點樣平衡你嘅身體。我再做俾大家一次啊，睇下，向左肩頸對湧泉，拍埋，移向中間正中，重心右邊肩頸對湧泉，丹田力遞高左腳向前，放低身體移向前面，肩頸對湧泉，丹田力遞高向外伸出去，移向身體移向，記住係移向右邊，肩頸對湧泉，丹田嘅通知丹田遞高隻左腳拍埋正中，然後重心向左邊肩頸對湧泉，丹田遞高右腳向後，放低身體移向右邊，丹田遞高左腳向後，遞出向左向後再向外移出，正中立正。大家可以用呢個方法每日練習，因為呢個方法我相信唔單止係我哋呢啲70歲嘅人要做呢樣嘢，我相信人係應該從40歲以後就要開始去練習呢一個咁嘅方法，去話俾自己知我要咁樣去活動。多謝大家。